日我哋去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，距離市區18公里。呢個基地佔地面積760畝。大家睇下大熊貓幾得意，呢度擁有適宜大熊貓生活嘅氣候同自然環境。區內綠樹成蔭，鳥語花香，空氣清新，步入其中，令人覺得神清氣爽。成個基地共有6區，遊客可以舒適地近距離欣賞熊貓嘅可愛姿態。2008年5月12日，中國四川省汶川縣發生大地震，對大熊貓科研設施帶來嚴重破壞。香港全民參與賑災行動，籌得總額超過200億港元。當時有社會調查顯示，95% 嘅港人曾經為汶川大地震捐款。為咗記住呢份同胞友誼，四川嘅2個熊貓基地對香港市民永久免費開放。我哋要繼續為保護大熊貓、保護大自然出一分力。我希望下次可以再嚟探望佢哋。